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留港消費系列日式放題。今集內容，我哋響2026年6月嗰陣去咗都會海逸酒店嘅千鶴日本料理食日式放題晚餐。我哋曾經幫襯酒店嘅另一間餐廳食自助晚餐，有興趣嘅就掃曲入去睇。去影片，餐廳位置港鐵紅磡站 C2 出口，經過置富都會商場，跟住啲指示去酒店大堂。餐廳響8樓，可以響酒店大堂行樓梯上去，或者搭 lift 上8樓，一出 lift 就到。千鶴日本料理，入去啦！日式放題晚餐用餐時段，下午6點至晚上9點30分。餐廳環境，我哋坐呢張台，窗外有維港海景，望到紅館。睇下餐牌先，指定刺身可以無限追加，另每位奉送帆立貝刺身1匹。任食項目有沙律、鐵板燒、前菜、炸物、燒物、壽司或捲物、主食，每位有一份甜品。呢度唔係用掃曲或者填紙仔落單嘅，而係每次落單都叫侍應埋嚟嘅。我哋試晒全部任食項目，全部都叫少少份量試食，好食至再叫。經 K 字頭網站購買優惠，每位免費送一杯指定飲品。指定飲品可以揀汽水、橙汁、啤酒、紅酒、白酒。落咗單，等食，先嚟醬汁。食物到，呢度上菜速度都算快。黑松露芒果牛油果沙律、櫻花海老胡瓜沙律、露筍野菜沙律，味道清新可口。蟹子沙律，清爽滋味。刺身拼盤到，滷參、拖羅、三文魚、油甘魚，可以無限追加。每位奉送帆立貝刺身1匹。刺身好新鮮肥美，勁鮮甜，件件都係厚切。三文魚壽司、油甘魚壽司、滷參壽司、蟹子壽司、加州飯卷、辣吞拿魚卷、滷參壽司，肉質細緻爽口大油份，味道甘甜鮮美。油甘魚壽司，口感鮮嫩順滑，肉質柔軟。比目魚，煎得夠香，魚皮焦脆，油香十足，肉質嫩滑。雞翼，皮脆內軟，肉有肉質嫩滑。小金薯，青椒仔，小金薯一啖一粒，味道香甜，口感軟糯。雞軟骨，牛舌，燒三文魚腩，三文魚腩肉質嫩滑，外層香脆，少少鹹。雞軟骨口感爽脆，味道惹味。鱈魚乾，白飯魚乾，又香又脆。水雲蛋卷，質地柔軟。試晒幾款牛肉薄燒，牛肉油份豐富，入口即溶，完全唔韌口。薄燒肉包住啲蔥蒜香口，個蒜片有咬口。豚肉薄燒，肉質鮮嫩，咬得開。鵝肝，煎到好香，外脆內嫩。野菜，爽脆口感，好豐富。鮑魚，鮮味彈牙。雞肉炒麵，醬油濃郁酸甜焦香，麵條爽口彈牙。櫻花海老煙肉炒飯，炒飯炒得粒粒分明，粒粒飽滿。三文魚茶漬飯，魚味濃郁，淡淡茶香。
野菜烏冬，烏冬口感彈牙。試曬炸物，都好香口，唔太油，炸粉唔會太厚。我哋試曬全部任食項目，加單再叫鮮，再叫牛肉鐵板燒，係回本之選。無論係厚切定係薄片，肉質軟嫩夠腍，好有牛味。再叫刺身，亦係回本之選，食多幾次先。雞翼、牛舌，爽彈質感。比目魚，芝士年糕外皮軟糯，內餡濃郁芝士，口感香滑又煙韌，甜鹹適中。鱈魚乾、白飯魚乾。雞肉炒麵，甜品時間，甘味盛合，每人有一份。季節水果，鯛魚燒、馬卡龍、朱古力芝士餅。鯛魚燒，口感似食緊鹹水角咁，香脆可口，內餡係紅豆蓉，香甜又滑。朱古力芝士餅，甜度適中。馬卡龍，外酥內軟，甜而不膩。M 字頭雪糕，有草莓味同椰子味揀，食到飽飽。我哋都試晒全部任食項目，食物大致上都好好味，好有水準，值得嚟食。價錢方面，我哋響2026年5月嗰陣買咗 K 字頭網站嘅千鶴刺身及鐵板燒日式放題晚餐，限時買一送一優惠。呢個係2026年6月嗰時嘅價錢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